咱用咱心来敬拜上帝。上帝啊，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迫切追找你，亲像地空旱无水，我的心神喙焦较无你，我的肉体心无你到要分去，所以我伫圣所找你，爱看你的权能甲荣光。咱三甲来吟圣诗，圣诗38首，圣诗38首，俄罗全能的主上帝，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
放心来祈祷。天父感谢你看顾引带阮到主的殿院敬拜。上时，阮也有会友受到疫情影响，踮伫厝内，透过视讯相甲阮同齐主敬拜。恳求至尊的爸白白赏赐恩惠，也互阮通得到造就，心神安静伫主的面前，佮保守阮赢过外界的搅吵，专心敬拜，来得到属灵的能力，归荣光伫万面的主宰。祝阮诚做你的囝儿，伫举止行动，着对你的款式来行。总是有时阮的自私软正，若看到别人有诶较好较济，虽然表面上讲无啥要紧，总是袂免着了会起怨妒，心内不平。其实阮嘛知有一份敬魂，有一份修行，若有认真骨力，会得到报赏。所以当阮埋怨的时，求主帮赞，着爱先反省家己，是毋是有够努力，有尽本分也无？早前约瑟因为伊的兄哥起怨愤，煞将伊卖到埃及。虽然因所做是歹，总是上帝的意思是好。后来拯救雅各家族免受饥荒来饿死。经过一段期间，也保存以色列人因带因出埃及做奴才的地。感谢天父看顾保护台湾，伫 COVID-19 疫情期间带领，通一站一站经过。对今年4月开始，本土 COVID-19 确诊的人数对100人以下，雄雄冲悬到几千人、几万人，动静地教死实嘛变多。主固守的力量，互阮这3个月来惊吓不安有较赢。当疫情渐渐起落来，新的变异株将来是毋是会扩展出去，也毋知影。以前平静的生活是毋是有法度恢复转来，阮嘛无把握。对着疫情变化所带来的难题，恳求主坚固阮的心，也壮阮的胆，通互阮无逃闪，有信心、勇敢来面对头前逐项的挑战。天父，阮无袂记你聚会，调整聚会方式敬拜。但牧师3月离开了后，阮当有聘请电牧师来东港牧养济南教会，恳求天父带领，互新的牧养团队有主的神甲阮同在，同心伫即间教会服侍。主，阮要感谢你有看顾济南教会属你的囝儿，兼在心神软弱，也是肉体欠安，求天父甲阮安慰医治，佮坚固阮的信仰，赏赐阮有喜乐的心，有健康勇壮的身体。特别是阮伫就学读册学生囡仔，有要升学进入小学、国中、高中、大学新的阶段。过去2年外来的疫情，影响着原来的教育模式、教学方式。求主保守阮的细囝、青少年，适应伫多元的学习过程，也求主甲因同在，好打学习向前来行。阮当进入7月，恳求天父继续带领因带，今年伫下半年所计划的事工。这是阮同心要照主耶稣教是阮的祈祷来出声。阮伫天灵的爸，愿你的名圣。因为国愿灵荣光拢是你所有。代代无尽，阿们。请坐。来看圣诗后面的启应文，启应文65篇，启应文65篇，咱三甲来交通。我有看见新的天，新的地。
我阁看见圣城新的耶路撒冷对天顶上帝遐降落来。我阁听见有大个声对宝座发出讲：上帝要甲因做伙徛起，上帝要亲身甲因同在，做因的上帝。无阁有死实，嘛无阁有哀伤、嚎叫、痛疼。后来坐伫宝座迄位讲：看，我将万物拢换新。伊阁甲我讲：完成啦！喙焦的人，我要将活命水的水泉白白互因啉。我要做因的上帝。请来念圣诗164首，圣诗164首。至圣的神，听阮祈祷，请咱起立来念全首。请坐，同心过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伫过去这段期间，阮查考着圣经出埃及记，知影上帝有听以色列人的哀叫，纪念伊甲因的列祖所立的约，找摩西带因出路在的地，一路引带羊饲到道。经过旷野来进入所应允迄个流年甲迄个地，阮就相信伫
有所欠缺、有需要的时，主要照你丰盛的慈爱，伫物质上、心身上，互阮得到饱足。祈祷靠主的名求，阿免。咱来看上帝的话，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出埃及记第40章，出埃及记40章，咱要对第1节看到38节。上帝话安尼讲，上主吩咐摩西讲：正月初1，你着将会幕的布边搭起来，着将约柜下伫迄内面，用杖犁甲因隔开，将摆献祭的饼下倒搬入去，甲桌顶的物件摆好势，嘛将灯台搬入去，甲灯点倒。着将烧香的金坛下伫约柜的头前，然后挂会幕入口的门篱，将烧化祭的祭坛下伫会幕的布边门口，将洗肠的盆下伫会幕甲祭坛的中间，内面滴水。圣所的四围着有亭，亭的入口着挂门篱。你得用圣油抹会幕甲内面所有的器具，将会幕甲拢总的器具分别做圣，才会就拢成做圣。搁抹烧化祭的祭坛甲伊拢总的器具，甲坛分别做圣，坛就成做至圣。嘛着抹洗肠的盆甲盆座，甲因分别做圣。你着带阿伦甲伊的囝来会幕的入口，用水甲因洗，嘛着甲阿伦穿圣的礼服，甲伊抹油，互伊分别做圣，做祭司服侍我。搁着带阿伦的囝来，甲因穿内袍，甲因抹油，亲像甲因老爸抹油共款，互因做祭司服侍我。因受抹油，就世世代代永远得到祭司的职分，才会摩西拢照上主的吩咐做。第2年正月初1，会幕就搭起来。摩西搭会幕，下遐的座，裁遐的板，穿遐的环弓，徛遐的条。伊伫会幕的顶面看布棚，伫布棚的顶面，搁看上顶的皮，拢照上主对摩西的吩咐做。伊搁将法板下伫约柜内面，甲棍藏伫约柜双边，将挂嵌伫约柜顶面，将约柜入会幕，挂隔开的杖犁遮约柜，拢照上主对摩西的吩咐做。摩西将摆献祭的饼下倒搬入会幕，下伫布边北边，伫杖犁外面，桌顶摆奉献予上主的饼，拢照上主对摩西的吩咐做。伊搁将灯台下伫会幕内，伫会幕的南边桌的对面，伫上主的面前点灯，拢照上主对摩西的吩咐做。伊搁将金的香坛下伫会幕内面，杖犁的头前，伫迄顶面烧芳芳的香，拢照上主对摩西的吩咐做。伊伫会幕的布边的入口挂门篱，伫门篱的头前下烧化祭的祭坛，伫迄顶面献烧化祭甲素祭，拢照上主对摩西的吩咐做。伊将洗肠的盆下伫会幕甲祭坛的中间，盆内底水。摩西、阿伦甲伊遐的囝入会幕，也是近瓦坛的时，先伫遐洗手洗骹，拢照上主对摩西的吩咐做。最后，摩西伫会幕甲祭坛的周围设坛，伫亭的入口挂门篱，安尼
摩西就完成搭会幕的工作。迄时云也看会幕，上主的阳光充满布皮。摩西袂当入会幕，因为云停伫迄顶面，佮上主的阳光充满布皮。云对会幕升悬的时，以色列人就出发向前行。云若停伫，因就无出发，听候到云升悬。日是上主的云停伫会幕顶，暝是云中有火。伫以色列全家规个行程，因拢有亲目看到。愿上帝的话进入咱的心，也成做咱逐人头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咱即时要请张嘉玲、倪碧轩两位姊妹来献诗，有人在替你祈祷。心是你的基督，渐渐归路彼步，老目屎，伤心泪流，亲像雨水，做光挂，会当了解你是。
心作梦，爱你的乌龙的推理基督。这是请黄牧师来讲道信仰上的重生。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愿上帝恩典，甲咱每一位三个弟弟。今仔日早起，生活队指挥金英老师安排嘉玲甲碧轩因两位女声来献诗，带领咱做阵来敬拜。这首诗歌是非常好听的诗歌，有人在替你祈祷。这个作词作曲的这个作者 Lenny Wolf， 伊是美国近代这个福音诗歌的一位音乐家。伊有写700几首诗歌，14个音乐剧，嘛出过70几个这个专辑。伊的诗歌有一个真要紧的特色，就是通过这个困境的中间，带来安慰，特别是真适合这个灵修的时阵来听。在咱困境的时阵，爱记的有人在替咱祈祷；上时阵，咱也爱替人来祈祷。将近一年外，咱咧讲出埃及记的信息，今仔日最后要来出埃及啊！咱后礼拜7月7日是约翰加里文出世513年的纪念日，所以咱后礼拜邀请陈永文教授伫咱中间来讲道。礼拜后也有一个专题演讲，因为咱教会甲总会，咱聘请陈永文教授伫咱中间3个同工来服侍。也希望通过伊甲咱分享，咱搁较知影。伊会通伫咱教会，甲咱做什么款的工课来荣光上帝。约翰加里文伫出埃及记的注解的内底，伊用一个主题一讲起出埃及记，伊讲受压迫的讨棒得到自由，受压迫的讨棒得到自由。伊用这个做探讨的主题，来探讨出埃及记主要的意义。迄个意义在伫以色列民族的这个出现来讲诞生的故事。故事的开始是描写以色列人因伫埃及做奴隶受苦，后来上帝呼召摩西，奇妙引带因脱离埃及，过红海得自由。然后以色列人进入旷野，开始一个新的民族的考验。在这个新的民族的考验的中间，因也面对着外来的这个抢劫。咱搁回顾一下，亚玛利人伫因出埃及的时阵，因来甲抢，唔干那外口有这个外来的势力要甲因抢夺，因的内部咧伫遐嘛混乱啦。这个混乱包括上帝给因玛纳，但是因伫迄个中间游园，唔知影要安怎来学习分享。因为奴隶有一个个性，就是安怎惊食无啦，惊食无的时阵，我加欺大，加欺我，所以咱看到贪心嘛是一种奴隶的心态，惊食无。后来因来到西奈山，上帝甲因立约，竞选因成做上帝的子民。上帝就颁布10条诫命甲法律，成做这个新的以色列民族生活的准则。上帝也吩咐以色列人爱去做会幕圣所，这要成做上帝甲因同在的记号。迄个同在记号，唔单单是安尼，也是要互因会通学习掠上帝做中心。
当一个人掠上帝最中心的时阵，会通圣化个人也是民族的灵性。过去是奴隶，今仔日咱已经得到讨放，得到自由，所以咱会通嘛会当安尼来了解，创世纪的开始是上帝克服混沌的黑暗，出埃及记是上帝伫人类的历史中间打败压迫者的强权，这个帝国。上帝拯救以色列人脱离迄个奴才的处境，互因成做上帝国的百姓。这款讨放的经验，在后来对犹太人，也是讲基督徒，拢有非常大的启发，深深影响咱。那亲像伫旧约的中间，诗篇也好，先知册也好，时常出现出埃及的经历的回顾，甚至纪念出埃及的事件，这个搬过这个礼仪，到伫今仔日犹太人的家庭的中间，因逐年拢会举行。出埃及这个经验，对基督徒也同款有重要的意义。伫新约福音书内底描写，耶稣出世了后，成做政治的难民。因为大希律王要来杀死伯利恒2岁以下的查甫婴仔，所以耶稣的老爸老母就带着耶稣，成做政治难民，走到伫埃及去避难。后来因对埃及转来故乡，马太福音的作者将这个代志当作是新的出埃及事件。因为马太福音2章15节安尼讲，我对埃及将我的囝呼调出来。耶稣出来服侍的时阵，伊嘛上山，伫遐颁布上帝国的律法。这就是咱咧讲的山上登山宝训，来讲山上宝训。耶稣伫山顶，伫遐会讲起八福。什么是福气？上帝国的福气，这就那亲像摩西伫迄个山顶，伫遐颁布10条诫的诫命同款。甚至初代教会也将耶稣当作是搬过节的羊羔。早期的教会，搁较将洗礼当作是出埃及过红海、信仰顶头生的经验。所以，咱咧看出埃及记，随望经过将近1年的中间，咱拢会读这本册，总是这对咱的人物后来基督的信仰有非常要紧的连结。伊要连结人安怎伫迄个受压迫的中间来出埃及得到自由，那亲像初代教会因伫罗马帝国压迫的中间。因安怎来行出？咱即时咱来看40章第1节到11节，伫遮讲到会幕开始运作的情形。以色列人伫埃及的时阵，第一摆收搬过节，都是伫正月初1。现在是出埃及出来已经1年啊，的正月初1。所以17节所讲的第2年正月初1。其实讲的，就是拄啊好过一冬。伫即日的中间，因伫遐搭即个会幕起来，将约柜放伫至圣所的内面。正月初1，这代表一个新的开始。伫即天开始搭即个会幕，伫即天会幕开始运作。伫即一日，以色列人进入会幕来敬拜上帝。伫即一日是一个新的开始，上顶这个信仰的顶头生。因为因前拜金牛的事件的中间，咱看到这显示以色列人游园迄个心态，搁伫埃及做奴隶的心态。所以后来因重新来立约，去做会幕，
显示以色列人因真正的悔改。通过这个会幕的起造，因开始掠上帝做中心。伫这个29节，咱看到摩西进入，伊是第一个进入这个会幕伫遐来献香献祭的人，然后甲带阿伦甲阿伦的囝进入这个会幕内面。咱看到头前，这个拢是迄当时信仰的领导者。信仰的领导者，因有带头示范的作用。当我读到这个时阵，我嘛想要家己讲，也是咱的长职讲，伫咱的教会，咱就是做一个带头示范的作用，这对咱的教会是非常要紧的。那亲像伫遮，摩西、阿伦甲阿伦的囝，因伫遐来到伫圣所的面头前，伫遐来洗肠，伫遐来献祭。第7节，咱看到，迄当时带头示范的人，因做啥物？因伫服侍以前，因伫遐通过洗肠的盆，伫遐洗骹洗手。我顶礼拜有讲起，洗骹洗手表示啥物？毋是外口的清气，乃是爱用一个纯洁无瑕疵的心，来到伫上帝面头前来服侍。这是敬拜上帝上基本的态度。这嘛象征每一位服侍者要亲近上帝的人，伊就安怎先除去家己的拉三误会。我要强调，来到伫上帝面头前。洗骹洗手，这嘛是一种代表拒绝罪的引诱。那亲像使徒保罗伫罗马书第6章捌强调，讲咱着爱做义的奴仆，毋通做罪恶的奴仆。伫这第9节提起着一项，爱用圣油来抹一切的器具，分别罪性。约翰加利文伊咧解说这点的时阵，伊咧讲。这个油膏代表圣神的这个记号，象征上帝灵会伫会幕内面做清气的工课，互所有的器具拢成做圣洁，然后全然圣洁的上帝才点伫迄个中间。上帝灵凭着啥物来做？清气的器具，将这个圣化。伫这个希伯来书第9章22节到23节，就安尼甲咱讲，就是凭着耶稣基督，伊是羊羔的保惠。这段经文安尼讲，照律法，各种的器具拢爱用火来清气，无有漏火就无有赦罪。这就哪亲像照天顶的款式所做的器具，必须要用这个方法来清气。但是天顶的器具必须用上好的祭物去清气。这就是希伯来书咧，甲咱讲起，唯一会通流血赦罪，是耶稣基督做上帝羊羔，伊流宝血来洗除咱的一切。伫这第9节到11节，一直重复一句话：分别罪性，分别罪性。这要表明一切甲上帝连结的物件是存在，拢是需要诚信圣洁的。就那亲像伫30章内面所记载，献予上帝油香，袂通用伫人的身躯顶，也是私底下来用，因为这物件。拢是爱用上好的，表明献予上帝尊主最大，掠上帝最中心这款的态度。所以咱会当看到，这的记载拢会描写，这个信仰团体因伫信仰上顶头先，因是用这款的态度来回应上帝。所以，咱来看12节到16节，这所讲起的。12节讲，伫这个会幕的门口，伫遐来洗浴，
现在中文译本是用这个沐浴，因为伫原文的中间，迄个沐浴是安怎规个人浸落去的意思。所以第7节因伫这个圣所的门口是洗肠的盆，伫迄个会幕的外口是洗浴，洗浴了后，因伫遐换迄个礼服圣服，然后要进来服侍的时阵，搁一遍洗骹洗手，这拢是要来表明一个服侍者拄起伊的拉衫，用一个悲悯心来到伫上帝的面头前。每一摆祭司穿这个祭司的礼服来进行服侍的时阵，咱来知影祭司的礼服，伊这个材料拢是甲会幕的材料是同款的，所以咱会当看到祭司定义是一个安怎小小的圣幕啦，小小的会幕。祭司的外袍就那亲像会幕的外袍同款，所以这会表示一项代志，就是祭司完全互会幕的诚信来压看。伫内面有上帝灵住伫其中，这嘛，互咱有一个特别的眼光看到。当新约时代的讲起，讲信徒该祭祀的时阵，就那亲像使徒保罗所甲咱讲起的，恁的身躯就是圣神的殿啦，恁的身躯就是圣神的殿。咱的心内爱有约柜。有圣神伫踮伫咱中间，咱的外口所穿的礼服，就那亲像会幕同款，所以咱就那亲像一个行动的会幕，内面有至圣所圣神住伫咱的内面。这检采就是使徒保罗会甲咱讲起，恁的身躯就是圣神的殿这款的意义。所以通过这个外表所看到的会幕。也互咱看到，做一个祭司，伊本身就是安怎圣神点伫伊的内面，即款的使命态度。所以，咱来看17节到21节，伫遮会讲起，因离开埃及已经过1冬，即时是第2冬的开始。咱若回顾过红海到呾，迄个时间偌久，敢若经过1冬尔尔。但是出来记是对12章到40章，会描写这1冬所发生的代志。真长的篇幅，敢若记这1冬。真侪人真爱伫新年的头1日立一个志愿，新的志愿。新的1冬，正月初1，这个时间代表旧的已经过，开始新的一年。其实圣经内底有4摆，会讲起正月初1，拢是真重要代志的开始。其中的假是搁较有属灵的意义。圣经讲到正月初1有4遍，第一个事件就是拿阿正月初1拍开大船的船壳，伫迄个创世纪8章13节安尼讲拿阿601岁迄一年正月初1，大水拢消退，拿阿拍开船的挂，探头出去看，发现地面洲开始干。经过大水了后的拿阿，其实就是咧象征一个新的世纪、新的时代的开始。拿阿已经取代亚当的地位，伊成做新世界新的代表者。圣经内底描写拿阿出大船了后，伊伫遐献祭，上帝就跟拿阿，唔干那跟拿阿立约，国家所有的万民立约。上帝讲：当我看到天顶的这个彩虹的时阵，我就记得我甲你地面上所有的活物立永远的约。这是拿阿正月初1发生的代志。
今仔日咱所看到的是摩西正月初一大会幕的代志，这是以色列人新的侍奉的开始。因为过去因咧侍奉埃及帝国统治者法老，但是这时阵因学习要安怎服侍这位各真各活、永远活的上帝。恁兄弟姊妹，咱去回顾过去的一冬，咱所侍奉的主是啥物人？是马文、金钱，也是玉梦，也是官位。过去以色列人一年所经过的试探，因即时因悔改，因学习，照上主吩咐摩西话去做。现在是正月初一，因大会幕，开始悔改认罪新的侍奉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掠上帝最忠心的服侍，这是以色列人互咱所看到的。但是，咱毋是等明年的正月初一，我才来决志这项代志。其实，对咱来讲，咱的决志拢是一个新的开始。愿上帝赏赐咱气力，加添咱勇气。伫咱的悔改认罪、回应上帝的时，迄拢是一个正做一个新的开始。伫圣经内底第3个正月初一，就是希西家王清起圣殿的事件。历代记下29章记载，希西家王伊重新将这个圣殿的门拍开，进行修建。伫历代记下29章17节，安尼讲起，将圣殿备办好势，通敬拜上帝。咱会知影讲，以色列人漂流伫旷野的时阵，迄个会幕是会当拆掉，会当组起来。因行较大，伫迄个所在，就大会幕来敬拜上帝。迄是上帝一边行一边甲以色列人三个地地的记号。当然，因进入迦南地了后，一开始大逼的时阵，阁是战争乱，真混乱，嘛无时间好起这个圣殿。到伫所罗门王的时阵，以色列人这个国家稳固起来，唔干那稳固，所得到的祝福也愈来愈多。伫迄个繁荣的时期，因伫遐来起圣殿。但是咱看到圣殿虽讲起了真水，但是人的心却离上帝远远。所罗门王伊正注重国际贸易，所以伊开始掠趁钱最要紧，开始安怎？咱讲政治联姻啦，通过甲人带外国的公主，将各国的偶像带入来伫耶路撒冷。这嘛拄亲像耶稣的批判所讲的，恁无人会通服侍两个主人，毋是厌恶这个，就是喜意迄个；毋是看重这个，就是看轻迄个。恁袂当上时阵做上帝的奴仆，搁做金钱的奴隶。这拄互咱看到所罗门王所犯的。但是咱看到希西家王的时阵，北国以色列已经亡国啊！一直南国咧，亚述帝国一直要来拍南国。希西家王伊做王的时阵是正月初一登基。这个王登基了后，面对亚述帝国要来战，伊惊到要死。伊嘛无有武力通好对抗这个帝国。伊这时阵靠赖上帝。咱看到亲像以色列人伫埃及的时阵，拄着亡国的危机的时阵，因伫遐靠赖上帝。所以希西家王就靠赖上帝，后来伊就下令重启圣殿，重新恢复对上帝的敬拜。
这个行动带来南犹大国的信仰的大复兴。这个大复兴后来也避免犹大国丧失伫这个亚述帝国的手内。这是希西家王正月初一所做清启圣殿。另外一个正月初一的记载，就是先知以西结。上帝甲先知以西结互伊一个异象，迄个异象安尼讲：正月初一的时阵，爱献一只无有瑕疵的公的牛来做祭面，来清启圣殿。清启圣殿、清启圣所是同一个代志。圣所是圣殿的内部，一般人无法度到伫圣所。上帝伫异象的中间，甲先知以西结讲起，爱注意的，清启圣殿的工课，毋是干那顾外面的这个会幕的埕。嘛爱留心内部圣所的清气，这拄拄的提醒咱毋干那爱对付外口显露出来的罪，嘛毋通忽略去对付咱内心温密温藏、无人知的罪。所以清气心灵的圣殿，比清气外在的清气搁较要紧。即四个正月初一所带出来属灵的意义，拢是咧指向一项，就是信仰上帝顶头生，咱的心灵的清气，甲这有密切的关联。煞者，咱来看22节到33节，这段的经文所描写的。其实39章的时阵，我就提起咱一件要紧的义句，就是一直重复的义句。因照上主吩咐摩西话去做，这句话伫每一遍因做代志、工作结束了后，拢出现这句话。第39章出现10摆，伫今仔日40章的中间出现7摆。因照上主吩咐摩西话去做，10支指头啊，算啊拄啊好，代表完美完全。7这个数字代表诚信，所以咱看到39章会甲咱讲，因所做拢是安怎非常完全。40章甲咱讲，上帝看因做的是诚信的，这拢表明以色列人遵趁上帝的话去做。互整个的敬拜，真做完全的，真做诚信的。33节的记载讲，摩西完成伊一切的工作，这是用摩西讲伊完成，但是实际上是摩西甲所有的师傅头，甲这些领袖，甚至是全体以色列人民。因安怎拢照上主吩咐摩西话去做的，互这个完全诚信的使命会通来完成。所以，咱来看最后34节到38节，摩西向上帝求讲，伫这个33章18节讲，求你互我看见你的荣光。这个时阵，最后啊。上帝用伊的荣光充满圣会，互这个会幕的中间充满上帝的荣光。真正照摩西前甲上帝祈祷的，求你互我看见你的荣光。36节一讲起，这个云彩升起去的时阵，以色列人就安怎？这个拔营上路，云彩若是降临的时阵，因就伫遐扎营，伫遐来休困。这讲到一项，上帝带伫因的中间，上帝过去捌应允带伫以色列人的中间，
今仔日最后这段的经文，会甲咱讲起，上帝是照着伊的应允以色列人，要甲因送到地地。上帝做因的上帝，因做上帝的子民。上帝是一位以马内利的上帝，就是上帝甲咱同在的上帝。这拄拄，互咱看到约翰福音内底所讲的，道成做人，住伫咱中间，充满恩典甲真理。咱看见伊的荣耀，这个荣耀是爸的独生囝所得的。这也互咱看到，通过约翰福音，将咱连接到伫出埃及记。伫咱人生的中间，会去拄着苦难，但是主的荣光，伊应允，甲咱每一位送到地底。咱来想看卖出来记最后一章，带互咱什么款要紧的信息？第一项我要讲的，就是对苦难到荣耀、经验信仰的顶头生。出来记第一章，雅各一家来到伫埃及。因经过侪的患难，阁受到埃及帝国实行迄个灭族的大屠杀。希伯来人来讲，以色列人伫迄个中间迫切求救上帝。上帝是一个听人祈祷的上帝，上帝借着摩西来拯救因。这一路以来，就是努力的历史。因行到伫最后一章。最后一章，互咱看到上帝是甲即阵受压迫的人送到地地，已经经过100多冬，到最后，要讲起迄个云彩临在伫即个会幕顶，上帝阳光充满会幕，这互咱看到对伫苦难行到伫荣耀的一个旅程。咱的信仰的经历也是安尼。当你拄着患难、苦难的时阵，爱记的，咱的上帝是一个听人祈祷的上帝，引带人的上帝。搭起这个会幕的时间是伫正月初1，是设立搬过节了后的一冬。是因到伫西奈山的9个月以后，这个时间的纪念搬过节是非常有意义的。上帝当初时设立这个搬过节，就是要让以色列人知影，上帝审判埃及一切偷上生的以前，上帝甲伫批判，上帝甲讲1个月。恁爱甲当作是正月，迦南地称作这个月叫做亚比月。亚比月，这个月是这个初熟的这个小麦收成的时阵，初熟初熟的果子收成的时阵，这个月差不多伫受难周甲国外节的这个期间，这嘛代表以色列人民。因就哪亲像上帝初熟的果子，这个正月唔干那表示新年的开始，更较表示因是上帝初熟的果子。如果以色列人是初熟的果子，咱其他外邦人来讲，咱嘛是上帝安怎后来初熟的果子，是通过耶稣基督的救赎所来。才互咱看到出来记的这个事件，表明一个生命的顶头生。这个第2摆纪念搬过节，是甲上帝重新来立约，这拢要表明信仰的顶头生。信仰的起初，就哪亲像一开始是草寮的厝。但是要起做这个过程的中间，检查要将迄个草料甲怎拆掉，你会唔甘？但是有一日，伫这个草料拆掉了后，
起新厝，你甲知影讲，这条路会艰苦，会甘甜。信仰的顶头生嘛是同款，亲像安尼，不断经过这个苦难，也是讲可怜，咱的信仰才会通渐渐来成熟。那亲像使徒保罗写批予罗马教会的时阵，提醒因讲伫患难中犹原爱喜乐，互恁知影患难生出吞忍，吞忍生出五望无地到空空。患难生忍耐，因为上帝所赏赐因圣神，已经将伊的疼灌压伫咱的心内。信仰的顶头生是需要照上帝话去行，行到伫最后，上帝荣耀就临在伫以色列人的中间。迄是一个真要紧的过程。无人一开始就有迄个荣耀，所有人拢会经过考验。咱看到39章、40章出现10摆甲7摆，因照上帝话去行即句话，咱就会通了解。若无有遵趁上帝话去行，这个80岁摩西无法度完成带以色列人出埃及这款艰难的使命。若无照上帝应允去行，亚伯拉罕、撒来也无可能伫100岁到90岁的时阵，阁会生因的独生囝，这个以撒。对圣经内面，咱会通看到，人为什么会当对苦难到伫荣耀、经验信仰的顶头生？其中一个真要紧的，就是因的决志，因决志照上帝话去行。也盼望咱也以爱上帝的话，搁较照伊的话去行。第二项要紧的教导是要互咱知影，咱若遵趁上帝话去行的时阵，才当恢复创造的次序。伫整个的这个关系会幕的礼仪的中间，包括这外在会通看到的一切，拢是真斟酌照摩西的交代所完成的。所以咱一再拢看到因一句话，一切照着上帝吩咐摩西话去行，照上帝命令去行。这句话伫创世纪第1章咧描写上帝创造的时阵，都一模一样出现过。圣经的作者要互咱知影，要来表明一项，这个世界的次序，上帝讲有光就有光，上帝伫迄个黑暗的中间，清一条光明的路出来。今仔日伫世界黑暗的中间，帝国的压迫的中间，上帝的话也进入这个民族的中间。恁若要听上帝的话，恁就会通脱离迄个受压迫、做奴隶的处境。上帝当伫黑暗中开一条光明的路，上帝会当伫受压迫的人中间带出改变生命的头棒甲自由。这是出埃及真要紧的假事。上帝创造的核心是对迄个混沌黑暗的中间恢复创造的次序。所以圣经的中间，上帝颁布律法诫命，这就是爱以色列人遵趁上帝的话，伫因迄个时代的处境，行出一条下伫上帝旨意次序的道路。安尼，咱甲想看卖，今仔日咱要安怎做，才会通照着上帝的心意，恢复上帝创造美好的次序。我要讲3点。第一点，伫混乱世界中间，爱行公义，参与伫社会的公义。因为若社会是黑暗，
无公义的时阵，这个社会会愈来愈混乱。咱咧看到俄罗斯拍这个乌克兰的时阵，为什么这欧洲的国家，因咧尊重民主、自由、人权体制的国家，因会跳出来？因为伊感觉讲你破坏世界的次序。其实破坏世界的次序，就是安怎？甲上帝心意是违背。上帝爱咱行往一个新天新地的世界，这是到伫圣经启示录最后会甲咱讲起的。所以这个世界若是黑暗，耶稣甲咱讲，你就是世界的光甲盐。你爱伫迄个中间，互人看见光芒。黑暗中看见光，就是带来光芒。互这个世界行伫公义的中间。另外，伫这个无情的世界中，爱好怜悯，特别好款待遐个弱势的族群，帮助社会上受摆脱，咱讲经济剥削，也是讲政治压迫，甚至文化歧视的中间得到讨棒。这是咱爱做阵努力的，这个努力叫做甲上帝同工。今仔日上帝竞选咱这个有限的人，参与伫上帝无限的创造，参与伫上帝国的起造，就是要互这个混乱的社会中间有上帝的公义，互受压迫的人因。伫这个无情的世界中间，佫会通看出迄个怜悯的心，好款待这个受压迫的人，好款待，甚至是亲像耶稣诚做政治难民，走到伫埃及共款。咱过去咱长老教会做真侪即款的工，但是时代一变。咱应该搁去重新来思考，要安怎，互咱的社会搁较有公义，互咱对人会通搁较有怜悯。这就是先知米迦书会甲咱讲的，敢毋是？什么是好？上帝甲咱讲，什么是好？就是行公义、好怜悯、谦卑，甲上帝三个行。这个谦卑，咱需要学习耶稣基督的谦卑，互人伫黑暗中游园，存在十字架的光芒。十字架毋是武器，十字架是受压迫。当咱通过十字架，通过学习耶稣基督的款式，耶稣用疼甲恢复力。来面对伊迄个时代，罗马帝国的压迫，耶稣行的这条实践新天新地，行往上帝国，这是值得咱去学习的。咱来去看世界的历史的中间，就是有真侪人因牺牲因的性命。互咱会通行伫头前有光芒的一条路。今仔日7月初3，伫台湾以前捌发生一件代志，就是陈文成博士死伫台大的校园内底。我会记迄当时，真侪人要纪念伊。因为迄当时的政府讲伊畏罪自杀，讲足侪理由，但是迄拢是无影无一接的。后来国外的这调查人员来了后，确实确认，陈文成教授是互人害死的。到伫今仔日游园
也无有香手出来。咱阁看到义工教会的成立，迄当时是林义雄律师的厝，伊的老母甲3个查某囝受凶手来抬，老母甲2个双生仔的查某囝228迄天死去。这拢是台湾过去的历史，总是咱爱知影，就是因为世界有这款的黑暗混乱，有真侪人伫迄个中间检查对这受难者敬而远之，但是咱看到迄当时有教会牧师因徛出来去关心这个受苦的家庭。咱要互咱的世界行往上帝国，都是咱爱参与伫上帝国的起造。咱爱照上帝话去行，才会通恢复迄个创造的次序。愿上帝话成做咱的帮助，伫每一个时代来提醒咱。感谢上帝拣选咱这个有限的人，参与伫伊无限的创造。咱同心来祈祷，主阮的上帝，阮伫你的面前看见你对世界的引带甲心意。你予受埃及帝国压迫的民族会通得到自由讨放，自由的人才会通守安息日，自由的人才会通来敬拜上帝。自由的人无掠人，无掠帝国的统治者做因的主。自由的人因清楚，因唯一的主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。阮感谢你，互阮成做自由的人。你也呼召阮参与伫你无限的创造，恳求你帮助阮，会通伫混乱的世界中行公义，参与社会的公义，互阮伫无情世界的中间好人民，来好款待弱势的人。伫黑暗中悠远学习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精神，带来疼甲黄望。阮恳求上帝继续带阮行头前的路站。安尼祈祷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免。咱来吟回应诗，圣诗575首，圣诗575首。耶稣召我来行天路，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
请坐。下面是公祷的时间，咱有3项要伫遮来祈祷。第一，为着疫情缓和，咱的聚会要渐渐恢复来做准备。第二，为着松青自然学堂的邀请，甲长者陪伴的准备。第三，为着金下堡的中级会甲小会的召开。最后要请王雅玲执事祈祷来结束，请咱同心出声来祈祷。有电满满的主，感谢你引带大家平安经过疫情上严重的日子，阮渐渐恢复团契小组的实体聚会交易，愿主带领，互阮有周全的准备，欢喜集体各三甲组织，分享信仰的生活，三甲关心扶持。今仔日，阮特别为着乡亲自然学堂合祈祷，为着上帝的心灵、身体健康，协助年老长辈得到适当的照顾，提高生活品质，开设专业课程，愿搁较侪上帝愿意来参与学习，透过课程体会主的同在，丰富的听堂，有伴扶持关心，活出健康喜乐的生活。下晡，阮要召开中级会小会，讨论教会的事工。愿信心同在，有同心合意的灵伫中级的中间。主所说的逐项恩赐伫大位同工，诚做彼此的帮衬，完成主所交代的圣工。愿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。阿门。即时来奉献。请咱起立来吟奉献诗。
请坐。即时来报告，请掀开今日的周报。7月份的特约长老是陈兴志长老。第一项聚会调整，咱的疫情有较缓和，所以咱的聚会要做这个调整。第一是儿童主日学甲少年团契，对后礼拜咱要恢复实体的聚会。第二是咱第一场的吟诗学乐，也要对后礼拜恢复。第三，圣歌队按算要对7月2日恢复练习，8月要开始献诗。第四是敬拜团查经班，咱即时要恢复练习甲聚会。第五，少年团契、妇女团契、圣经学校目前是放暑假，咱按算要对9月时才来恢复。第二项，咱小会咱的教会甲总会对8月份开始要合聘台湾神学院的教授、地育院教授来担任咱教会神学甲教育的牧师，以及担任总会特聘的研究员。后礼拜是加尔文诞生513周年，咱要举行联合礼拜，邀请地牧师来讲道。礼拜后有一个特别的演讲，原理伫细上掌权，对心灵重建到社会转化。第三，学生的团契，咱要对8月2日开始恢复聚会，时间是暗时6点到8点，内容是有查经、专题甲聚餐。地点是伫主流教室，欢迎咱的大专青年研究生来加入，欢迎咱兄弟介绍甲邀请这学生来加入。第四项，7月份开始，台湾神学院有派新学生连一乐先生来咱教会实习。伊的太太是台北大专中心林婉婷牧师。连生原本是伫内政部工作，伊离开了后有来读神学院，伊要参加伫咱本教会少年学青甲社青的服侍。第五，咱现代台语的圣经有较厚，所以无法度说伫咱头前迄个藏圣经史的所在。欢迎兄弟伫招待遐个所在来客礼拜4的时，才搁藏转去原位。第六，松青自然学堂，咱总会松青长青基金会甲济南教会有开办一个松青自然学堂，详细的内容有伫遮，请咱家己来看。第七是咱今年的国际古籍这个写信比赛，时间是伫8月6到14，拢总有9天是咧。开始接受报名，咱是定伫9月18下晡1点，要伫遮举行颁奖的典礼。第八，咱台湾神学院台湾神学系有伫遮，济南教会有开2个课程。第一个是邱凯丽老师开的处境查经法跟妇女圣经诠释，这个是伫拜日下暗。另外，咱的陈匡义牧师有开一个课程，看故事与说故事，圣经与电影与圣经人物，这个是伫拜5暗时。第九，咱的第3季今仔日开始，服侍的表甲行事历已经有印出来，咱欢迎来索取，也是对网络来下载。第10，信仰学习之旅，咱的短宣按算伫8月7、8到14，要前往苗栗泰安司马县教会，咱欢迎青少年、青少期来参加，报名是一人2100块，咱来请咱的姚家芳干事来报名，详细内容请咱家己来看。第11，咱经过1年的查考出来集记，到今日要过一段落，对7月17开始要来讲马可福音的信息，这是第一本写的福音书，邀请兄弟咱先来看约翰马可福音。第12，咱这个月太早祈祷会是伫7月13暗时
7点半伫遮举行。有关开会消息是，下晡1点，咱要伫2003教授召开中执会甲小会，咱请中执来备办生来参加。这次的会议有采取实体甲线上进行。有关团契的消息，青少年园地开会的通知、教会的消息，甲顶礼拜出席奉献，请咱家己来看周报。即时要请吴牧师来介绍甲请安。伫遮来介绍咱中间的来宾，首先来介绍是高美英、高美英，来欢迎。这是受乐者的朋友吼。第二位是新学生连依乐，依乐来欢迎。过来是陈佑君，来请起立欢迎。过来介绍的是刘雅丽，来欢迎。咱也甲咱的兄弟彼此请安，愿上帝甲咱每一位三个弟弟。来吟尾变诗，圣诗397首，是愿主赐福保护你。吟诗后要请牧师来祝祷，请咱起立来吟。因为上帝，你就是阮的开始甲结束，求你做阮的出发点甲天堂目的地，也陪伴阮今仔日的旅程。求你用阮的手来参与伫你的创造，用阮的人生来带予别人。你祝福予这个世界新生命，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免。请坐。密道散会，咱今早起的礼拜到遮，后面中庭有地饼会，若有需要带倒的，请到边仔雨伞骹的所在。